敬拜而乐咱的上帝，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阿希康听主声音。 安尼讲，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乐；伊伫正心面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至圣的主看得咱敬拜甲而乐，咱来到施恩宝座前，主感谢甲而乐，也为过去一礼拜有得罪上帝，做无下主旨意的来认罪悔改，咱做伙来祈祷。 圣的天父上帝，无有一项事比学到你，更加会当互我心中充满对你的敬畏。主啊，你是灵，我们用心灵甲诚实来到施恩宝座前敬拜你，得到你的怜悯甲恩赐，你的信实何等伟大，你的听何等的悬、深、长、宽。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保守甲带领。 我相信新的一礼拜是蒙福气的开始，伫每时刻有你赐的平安，伫每一件代志顶面拢有你赐的稳定。求你甲智慧、甲喜乐放伫我的内面，互我会当充满快乐去听人，甲祝福分享出去。也求主赦免我心中一切歹念头甲歹所行。主啊，多谢你施恩怜悯。 保护洗净我，无搁纪念我的罪过，互我回转你的机会，检讨我对你的热情，加添我对你的信心。恳求主带领阮行伫合伫上帝喜爱的道路。感谢主，阿希康听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接着，咱要来为教会来祈祷。以弗所书4章29-30安尼讲：凡事谦逊、温柔。 用吞忍伫恁内撒宽容，用和平撒结连，抵守圣神所赐的合一。咱要来为教会今日的这段求圣神降临伫咱当中，设立宝座伫咱当中，特别为志愿牧师按各样的所在来甲咱当中咱特别来为志愿牧师来祈祷，
咱嘛要为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求主赐福，互咱所做通荣耀上帝名，嘛为咱的中职同工小组长会当有合一的侍奉，嘛为咱3位牧师，求主恩赐因属灵的智慧以及健康的身躯，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爸上帝，当时的兄姐来到伫你施恩宝座前，恳求你圣灵降临，设立宝座伫阮中间，接纳阮的敬拜，互阮的敬拜真做旁旁的者摆在到你的面前，祝福每一个参与侍奉当中有对上主来的智慧甲能力，特别加添今仔志阮牧师伫阮当中，阮带领的信息充满着主你的能力甲智慧。也祝福着牧师的讲道，充满上帝恩膏同在。中职同工小组长甲正会友会当甲牧师同心合一，互富强教会真做祝福人的教会，结出人来果子。愿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富强教会要被圣灵充满，生命更新。每一个会友甲兄姐拢乐意侍奉，真做主的见证人，伫每一个所在大胆传福音。富强教会要真做荣耀上帝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听听听。台湾来祈祷。第诗篇33篇12节安尼讲：认耶和华做伊上帝，迄个国有福气；已经选做伊的产业，迄个百姓有福气。求主赐下智慧，互咱的总统、甲地方以及中央的执政者，伫大项的局势中，会当做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行上帝眼中看做正的代志。互台湾的主权甲外交得到突破，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祝福台湾，互阮通生活伫台湾这个美丽甲民主的宝岛。阮感谢你，我们学了你。你所享受的土地，台湾汉人的美好，四环民主自由。阮宣告，台湾是上帝国的迦南地，是主掌权的所在。求你祝福阮的总统蔡英文，甲各县市的首长，保守跨国因的身躯领受平安健康，也保守因的心，持守正直诚实，行伫光明的道路，保守因的政治理念。持守圣洁的态度来带领台湾百姓，
和执政的，伫执行任何政策，拢坚守公义，得到上主的智慧甲策略，为人民谋福利。求主掌管伫因一切官兵顶面，和黑暗的关系，无法度利用因，无法度合作攻击因的心灵。求主保守因的心，也求主和台湾伫国际外交顶面的各种困境，拢会当因着主顺利来得胜。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别个再来为咱白听中以及心灵软弱的肢体来祈祷。出来记记23章甲25章咧讲，恁着服侍耶和华，恁的上帝。伊的确束缚伫恁的米流甲恁的水，叫我要除去恁中间破病的。咱来为心灵软弱、白疼中的肢体，特别是来为癌症中的兄弟来祈祷。咱们来为大业咧找头路，以及经济困难的肢体，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宝贝上帝，你伫箴言13章17节应允我，忠心的钦差会予人健康。愿同心来到你施阮宝座前，来找加天开咱的天父，互阮搁来一摆确认你要予人得到稳定的心意。虽望伫困境中，我的信心袂摇脱，求你来赐予我一粒新的心。装满了因主爱，胜利我心中的喜乐，甲稳定的快乐。当阮软弱也是白疼时，我要奉主的名宣告：上主是阮的快乐。困难风涌来时，上主你是阮的盾牌，是阮的帮助。阮心内我靠你，就要得到帮助。互阮有大信心来仰望你，全然仰望主，靠主刚强壮胆，温歌充满。互破病得到医治，世界未你为阮备办适合的工作机会，经济困难的，求你为阮翻转感情艰苦的困难环境，供应因阮即时的需要。阮信靠你，会有长远会解决的方法。你有能力用尽一切，你要恢复失去的头路、财务，甲望伫这当中。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你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者，你听我的声。哈利路亚！今天你是主耶稣得胜的日子，阿门。
邀请咱大家做伙起立，做伙用拍扑啊来吟诗而乐，去荣耀咱的上帝。我唱哈利路亚。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做伙来吟圣诗152首，救主疼痛的声。